创意书房伫咧卖未成年的性影像趁钱，检警捌全台湾大调查，台中地检署最近侦查终结起诉涉案的社群成员6个人。上界恐怖的是，这受害人数有863人，其中有45个是未成年。原来这其中呢有一个涉案的嫌犯，伊佫是补习班的老师，伊是利用权势来甲这学生囡仔乱来，甚至是偷袭学生。检方认为讲这恶行重大，要甲伊判刑15年。 涉案嫌犯获警方带回，检警侦办创意书房 SCP-OAT 社群顶性影像偷袭群组，7月发动全台大搜查。台中地检署最近终结认定涉案的嫌犯顶6个人涉犯组织犯罪条例、刑法、二少性剥削条例、甲洗钱防治法，向法院提起公诉。不过民众出入公共场所，也是惊去用偷袭。近期像那个翠上面，其实也有。 女生有发说，她其实最近有被偷拍的事件。那其实我相信当下，女性都会是一个很紧张的状态。比如说去厕所那种，还会多注意有没有其他人在。对，会特别去看有没有什么镜头或什么。对。检方表示讲，社群的成员涉案的嫌犯等人，按2023年开始，踮台中南投的小吃店、导游店，装微型的摄影机偷袭。另外一个涉案的嫌犯是补习班的老师，2015开始涉嫌威胁未满14岁的少女。 搁伫补习班便所装闭路器偷袭未成年学生查某同事，受害者总共863人，其中45个未成年。陈姓被告自104年间起，利用担任补习班教师机会猥亵未满14岁之少女，且在补习班厕所私自装设密录器偷拍他人性影像，并重制及以电脑合成不实性影像对外散布。本案清查被害人数达30人。台中市刑大强调讲，上届发生偷袭案件的场所就是便所，警方有专业器材会当侦测，民众会当检查较会藏镜头的所在来保护家己。若看到偷袭，爱先搜警则报警。垃圾桶，然后或是卫生纸盒，或是有些会放那个香氛剂。 哦，这些地方可以多加留意。马桶它有一个凹槽的地方，其实可以用像我们手机哦，可以去稍微拍一下，是不是有镜头？那其实都很明显看得到。检方向法院申请不收2案犯罪所得，总共73万外。另外，因为涉案嫌犯侵害他人的隐私权，情节恶行重大，建议将当处刑15年有期徒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